3月8號星期六有海外賽事暨越洋轉播，分別係紐西蘭同澳洲暨海外賽事。睇咗零簽有幾場賽事都有自己記心水，希望係呢條影片分享俾大家，大家不妨參考下。因為海外賽事之前利用零簽解碼都不時中到大冷 Q， 未睇過嘅朋友不妨睇下右上角呢條片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賽馬零簽，即刻同大家解讀下幾場心水先。首先會睇 S1、2、S1 第二場紐西蘭一級賽2000米草地。報紙第二場記簽文係第5簽東源昨夜狂風急而記情況，呼呼記風聲，再加上雨水打落槍記聲音，所以我先選7號妙聲交織，風聲加雨水聲橫交錯，就係交織記意思。簽文當中亦描述因為狂風，亦東源記花都摧毀晒，再選2號紅河急湧，急湧我解記就係昨夜記狂風。雖然滿園記花都盡毀，但好彩有韓夫人呢位識花之人，一早便起身收拾呢個局面，再選呢隻5號夜深藍，我理解就係識花之人早起記時間，所以最後就選擇呢隻6號荔灣。所以總結一下，呢場係 S1、2、S1 第二場紐西蘭一級賽2000米草地，我記分享係7號妙聲交織做膽，配腳有2號紅河急湧、5號夜深藍同埋6號荔灣。接住會睇 S1、3、S1 第三場紐西蘭左清幽，就可以係居所中滿足。呢句值得相信記，因為足記挺拔灑脫，正直清高，清秀俊逸係中國文人記人格追求，所以我就選咗呢隻3號信任一票。簽文中主角又係春天時係茅屋賞雨，呢個情景就令我念起現時的天氣，正正係冬春交替之時，亦有春雨之時，所以我就選咗呢隻6號好合時宜。主角飲醉酒之時瞓喺杏花旁邊，發夢之時又怕嬰兒嘈醒，呢句我又會用見字解字記方法解呢隻4號驕陽小兒。總結一下 S1、3、S1 第三場紐西蘭2級賽3200米草地奧克蘭杯，我記分享就係3號信任一票、4號驕陽小兒同埋6號好合時宜。下一場就會睇澳洲記賽事 S2、2、S2 第二場2級賽1600米草地，簽文同樣係第5簽東源昨夜狂風急。簽文呢句描述昨天狂風情況，如今已經平靜咗，所以我會理解為當下記情況，先解呢隻1號珍惜當下。而眾多記花都係一夜之間被狂風摧毀晒，再選9號豪區公主，豪字可解勢大而眾多，故此選呢隻馬。故事中好彩有識花之人，韓夫人幫忙收拾，佢記出現我會理解為曙光，所以解呢隻5號曙光乍現。最後收拾局面，更希望可以重新栽培花，能否成事就睇韓夫人如何處理，所以最後揀埋呢隻10號成事叻女。今場記總結，澳洲記賽事 S2 第二場2級賽1600米草地，先要1號珍惜當下，配腳方面會考慮5號曙光乍現、9號豪區公主同埋10號成事叻女。最後一場同大家睇澳洲賽事記 S3、S3、2、S3 第二場1級賽1300米草地，肯德百里錦標，簽文都係第5簽東源昨夜狂風急。相對東源狂風而言，其他地方會較為穩定或者安靜，先選7號川河街區，理解為川河呢個地方比東源為佳。東源眾多花都被摧毀，此為一個震撼嘅畫面，所以再選係2號撼天震地。而因為有韓夫人呢個識花之人，亦被大家感覺到一絲既溫暖，所以最後就會選埋呢隻9號花城日暖。所以簡單總結一下 ，S3 第二場1級賽1300米草地，肯德百里錦標。我記分享就係2號撼天震地、7號川河街區同埋9號花城日暖。